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一个某较赢三个天公祖。伊的意思是咧学了一个人的某做了真好，伫生活中会当陪伴甲照顾伊的翁婿。台湾早期的社会，罗汉脚仔若想要娶某，正经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，所以就算是天公祖嘛无法度比拼。毋过，即句话嘛有扣摄人对某私偏的意思。可比讲，有个人娶某了后，对事大就无要无紧，干那听某的喙，咱就会使讲，即个人真正是一个某较赢三个天公祖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